台中一个82岁阿嬷坐公车去买菜，袂去哩转去的路，这个员警用人面辨识系统，甲阿嬷的面翕落来查询，总算帮阿嬷找到转去的路。恁兜住倒位？伫迄个。 前粉色外套，这个82岁阿嬷坐公车出门买菜，煞袂记要安怎转去，有人替伊报警，验过住伫倒位，又佫讲袂清楚，互警方真苦恼。阮甲你人脸辨识一下，吼，就知影你啥物人啊。员警用警用的人面辨识系统翕伊的面来查询，总算成功确认伊身份，也有因兜的地址。 只要你有办理身份证，警方就能够从人脸辨识系统找到你的年纪资料。只要对面翕相，搁拍入可能的年岁范围，就会出现符合的资格。这是警政署人面辨识系统之所以有强大功能，是因为伊连接中央的户役证系统。不过你放心，伊无追踪功能。该名82岁妇女无法清楚讲出其名字，所以无法寻找她家人。 面的辨识系统会使协助找无路，也是失地老大人找到厝。是讲，若是这身份证顶面是真侪年的旧相片，甲即摆外形差真侪话，就可能失败。所以讲，厝内闹老大人身份证，如果是真久进前的相片，是说会使甲换较新的相片。社会局申请爱心手链，讲那个警方或是善心人士比对那个号码。 也是像警方所讲的，挂爱心手链啊、随身查证件等等，拢会使伫个上短时间内帮助找无路通转去的人找到厝。因为人面的辨识系统毋是万能的，有可能去受到光线甲角度影响，比对袂出来。那呢，要协助就较困难。